中华民国107年一贯道兴义义和爱小单位10月份起的8班开始，下午即将我行30公里前到冲，再冲，3冲，分道1冲，再冲，3冲，恭请目前的人准备开始。请目前准备前道1冲，分道1冲。目前早安。目前早安。请坐下。咱红莲师，陈莲师，咱红莲，咱国术组长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前辈大家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早安。希望天们师长，咱今日这次咱这个10月份的这个课程班，希望咱上天主庇，咱做事工作，咱老前人我等一生，一手开了先，咱前人来点，咱周前人来对领导。互咱这好的机会，这好的因缘，会当受到学到。尤其咱身为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叫做这地叫做台湾。台湾离这个台湾，要甲讲起来，是一个做福报的人咧住的所在，叫做蓬莱仙岛。福报的人咧住的所在叫做仙岛，这个仙岛嘛叫做仙人咧住的所在。所以咱有感觉讲，咱伫这个土地，活咧足自由，活咧足自在，咱嘛活咧真幸福。你来看，含今年来25个风台，伊拢甲咱想着边仔过。山顶本来咧对这个台湾人贯穿过，迄个山顶人走过看世界，我伫这个几十年来上大的风台。结果迄个山顶到咱台湾门口总转弯，到对倒去，到菲律宾去。咱上知影遮边啊，本来伫遮插着，我对咱迄个大瀑布去，但是甲转一个弯，我走对倒去，我对日本去。日本的迄个日本的迄个机场，甲日本迄个所在，我停一礼拜。拢袂当，袂当做。现在咱讲起来，迄是损失非常大。但咱台湾当然，咱个常常的25个风台，拢无机会发展台湾。如果咱过去，咱有一句讲，若无风台，就无水人啉。但是因为虽然讲在早年，在今年的3、4月落遐雨。咱台湾虽然有一寡损失，但是你若有迄个损失，进口的桶水遐大桶，咱们进口的桶到遐大桶的水，来供应着咱这台湾这个土地里面。所以咱有感受了，人讲天佑台湾，天佑台湾，是安怎天会保庇台湾？你敢知影？因为台湾的先人太济。台湾的先人太济了，蓬莱仙岛咧大只叫做先人啊。咱有感觉台湾，咱有感觉
伊一份的也好，国家也好，心状况也好，而咱台湾这个土地出嚟外口，你做善事的偌济，咱为中华咱嘛讲，咱讲讲一贯道路，咱一贯道会使讲讲，攞起咱家己的钱，食咱家己的饭，用咱家己的时间，出去去外，有阵这一届出去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、5个月，达到。你想说讲你领人，即摆已经去2000多去2000万，我相信嘛要3、4、5个月、3、4个月落落了。咱前一点本书，等者如果要去台北明仔载，就回去请人。咱所有点本书，我哪里中国材料倒来，咱讲经理嘛带来的，这2日有个要去请的，所以会使讲，拢人讲抛家弃子，享受着这个牺牲，享受着这个人讲人伦迄个人伦之乐、天伦之乐。怎讲呢？我相信讲阿公阿嬷看着孙嘛真好水啦吼。阿公阿嬷嘛是要看着孙的吼。阿孙嘛是要看着阿嬷阿公的吼。但是呢，因为你国外咧办到会当袂安尼咧，会当办就是你当互你知影，伊手机看，手机用视讯的啦。就讲阿嬷，就讲阿公，叫一个阿公咧，叫一个阿嬷咧，安尼嘛咧跳吼。因为安怎讲？因为阿嬷看着囝，看着孙，就欢喜。所以咧，袂当想讲互人互你手中，袂当讲那个是有时用咱做袂当，因为安怎讲？因为私人也是人，这是一个非常的重大。我嘛知影讲去台湾，这个土地啊，我嘛知影去台湾无出去是一个无压力的问题。但是咱一定要了解，今日咱知影台湾遮济人为世界一直咧牺牲，造成了台湾这个土地遮个平安，人民遮个幸福。这是台湾一个2300万人民牺牲了这个税款，牺牲了经济，牺牲了时代。咱就感受到日本一个外地人海啸，惊咱台湾关70年。世界上是哦，美国去做中国大陆做中国大陆关车，你听台湾关70年哦。你想看的时候，中国大陆给滚出地方。台湾所管的当中，你比因国家生活是哦。你想台湾对一土地，台湾人对一世界，对一个红海啦，对一个大水啦，对一个创造啦，就拢处理好。你想出一世界嘛是迄个做啦，迄个形式敢是安尼？你讲看，若安尼形式无保庇，若做啥无保庇，若安什么人做啥？咱安尼就感受着感受着。因为咱一个人民咧做，真咧看，天佑台湾。但是咱这个回归一个倒来，这个叫做家庭，这个叫做国家，这个叫做国家。但是每当回归一个倒来咱的家庭，其实烧香就是安尼。咱今日来咱定心，我嘛知影辅导所做好，我嘛知影无出大人做好，我嘛知影无出大人做好，因为要了解个了解。但嘛知这个道理，但是咱知影，孔圣明来讲，伊讲得着本了，才叫我。得就是咱的根本，咱要咱的家庭好，咱要咱的囝儿的事业平安无虞，咱要咱一切顺利无虞，咱要求天哦，求天哦，求地哦，求后了，求皇帝哦，咱要求一大堆，但是咱要做出来。这是一个真实的力量，机会足简单，但是你做得出来袂？就我拄则讲，世界最侪人要咧求，台湾这个土地，人民这是善良，这是善人行出，伊行出了，天有台湾。但是因为咱要咱家庭平安，要咱家庭顺利，咱要咱的家庭幸福，要家庭带来福报，恁行出袂？对不对？这道理嘛，恁若有这道理甲切入。你就当看到对，所以今日
欲作天上位，必作地下物。欲求富贵，但是你毕竟要行善，这是这个重要物件。因为咱伫咧道人，咱伫咧开放先道来办道，迄情况偌大，你敢知影？迄情形偌大，其实我来做就是安尼比喻。咱有阵咧出去到外口，啊，遐知影不行啊，迄叫车龙死啊，迄知影不行啊，叫水古死啊，迄知影不行啊，叫安怎？咱个家庭较安怎，咱拢会安尼尔，对不对？迄叫做混沌。但是咱个想看卖，太难了。一句就是一定，你无努力，保袂了。你无努力保袂了咧，因为我细个人太啥事道理。因为我也要做歹代志，我也无去偷懒，也无抢，也无业，也无做歹代志。但是我才安尼问好，换一个解释叫因果。啊，既然讲一句，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比别人较发表，为什么比别人安尼？为什么叫因果？为什么？但是因果，因为因就是过去，果就是今年在因后世果。足简单道理，咱过去的前个因什么因？过去前个因什么因？咱唔知影嘛？咱会要问上了先生嘛？咱要问第二先生嘛？咱要问人嘛？对不对？看忙嘛，要做什么代志嘛？所以佛陀来讲，你唔去问遐，你问你家己。要问前世因，以因果因来讲，今生是不正生。要问后世果，今生做代志，这佛陀因果因来讲是清楚。一个佛陀来讲嘅，咱世间人，有咱来叫一个人拿点嘅，啊我摕一笼开，安尼我通接受，安听无？我着要摕钱去哦，上命先生把变嘅啦，伊用摇的嘛，我嘛知影人讲爱听好听，啊，家己讲一寡好听，你自然去摕一寡出来嘛。好，咱人爱听啥物？其实你今日去现世叫做现世报，过去你这世叫做现世，这世叫做现世。现世报有善报甲恶报。善报，咱的家庭，哦，咱的经济，咱的身体，咱的家庭，拢作平安，作幸福。甲你讲，迄个咱问啥物啊？你现世报嘛？你过去做好了吗？咱一世人来，拢做袂顺，做袂稳，咱做这代志，即嘛叫现世报。简单的嘛，现世是这个报嘛。这大家叫问啥物啊？问啥物？问你家己好啊。啊，因为我知影有这个问题，我知影有这个问题，但是我未解决这个问题。安尼讲听有意思？我知影有这个问题，我未解决。解决问题就是讲，咱今日你的道啊，你的道，加讲善话，做善事，达存善心，你去做这行为，迄个是正能量。迄个正能量完全叫什么福报？你想咱得到这个老菩萨，好，咱真会做掉啦，咱真无过分啦，咱明为啥？咱得到有一群人专门在替得到做代志，比如讲，咱过去咱爱上，咩啦？迄个食品品化啦，食品品化，而这几十年来。但咱爱上从几百万的这个财富基金，但是人因无怨无悔，你上面对啊？你目上一个拢目只83万、84万、83万、84万，啊白白的，啊，迄条倒半暝啊，2、3点走来走来吹啦，话你沙吹沙，哦。迄文也真水的呢，迄文也真水的呢。咱是安怎要做？咱讲五角拖五角好，有天把咱拖死，啊爬起来，把拖死，来先做点代志。好，你想讲的是个，咱中国先生，好，因为你叫迄个，哦，迄个粪扫，咱叫迄个水咧扫，六骨，迄是出去下个头壳有几条呢？迄个伫咧分类呢，分类到
车去卖我这1万块2千块，我跳较当地讲卖万外块，安尼点你啊，累一天呢？你看，伊毋是趁钱，伊趁钱过来。我道中有一个人开始做这个，哦，你常常无说啊，拢就倒绝对去，2、3点就去咧扣啊。哦，这边说啊，哦，尤其这个，咱无真认真，无真咧先生，哦，咱太公2000万，咧办迄个，咧办迄个30周年庆，30周年庆，咱太公30周年，咱互22去，20，咱台湾43个要去，26要去，从28号办30周年，迄有600几个。因为我主要是你有60点到70点的，有600几个。咱讲这条路，我这个先生为着伊要扶持遐贫困地方的善家人，伊捐20万，要去遐做的是人贫困奖学金。你那这钱，你睇下无？收到就是看5个月，迄个5就是跳，迄个5就是接，迄个5就是做嘅。就我拄则讲，10几年来，咧做塑料，有烟有火，较艰苦在咧行，迄有5。哦，迄个2桥本数，天6月天、5月天、4月天、3月天，这个原纸是咧扣迄物件，迄有5。伊是安尼做这代志，伊了解。今日即个做就是叫做积福，嘛叫做积德。但今日时势做德，但是积德。但是我拄则讲原因就是这个所在，因为我们要今日做出来咩？无可能，咱想象者，毋知有影无影咧？啊，老影就加减来做看卖，咱若无影拢了，是毋是安尼？老影就加减来做啦，啊，若无影就拢了，咱想象者，所以因此咱的能量无出来，咱的能量无出来，咱能量无出来，咱要了完，咱要消咱的业，咱要互咱家庭平安，了咱家庭幸福，了咱祝福就无机会，祝福报，阮爱实在家庭的平安顺利，阮啊咱的身体健康，阮啊身体实在做出来的，毋是用水果讲的，所以今日。而且含你过一大个，伫上课内底当中，咱即世我面临祖师的应用，嘛咱将受到面临祖师这个应运，过去释迦牟尼的应运，迄叫做受贫道啦，叫做乞食啦。即受到面临祖师的应运，叫做福报，叫做福报。所以咱大道理用了却应该多少事，万强欢喜俏开。代代欢喜，所以咱即世都受命令的运，但是命令的运你要行出来无？有即个运你要行出来，你要行出来无？你有命令的惯性你要行出来无？真个人袂来做事，真正有即个，即个叫遮好运气，真正惊袂出。所以我希望讲，今日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，福报是真的。道德是真诶，但是咱即个心的变化上厉害，咱即个心的变化上厉害，所以讲一切真，万境的出路。啊，我希望讲，到这里吼，今日咱有一个迄个好景，变成陈淑如讲师吼，即个南方师会使甲讲出生于一个修行家庭，伊的自细汉爸爸妈妈太素的吼，伊的理念甲道学都非常好，所以今日咱邀请的这个陈淑如讲师吼来甲咱处理吼，这嘛是一个来点，我讲到这个所在，希望能够大家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目前慈悲前道中
温道冲，那在此理解的就是讲讲这个，这边咱而且咱头前大家大讲是比吼。哎，唔知呢，哦，20多分钟。点碰。